每日讀經與主同行，希伯來書第11章。11章係講到關乎信心嘅事情，其中嘅金句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信之事的確據，係最為人熟悉嘅。希伯來書第11章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，我們因着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，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。亞伯因着信獻祭與神，比該隱所獻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，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。他雖然死了，卻因這信仍舊說話。以諾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於見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，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，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。挪亞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，動了敬畏的心，預備了一隻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。亞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裏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，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，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、雅各一樣，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，還能懷孕，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從一個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，海邊的沙那樣無數。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，卻從遠處望見，且歡喜迎接，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。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，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，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，並不以為恥，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。亞伯拉罕因着信，被試驗的時候，就把以撒獻上，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，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。論到這兒子，曾有話說：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。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，他也仿佛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。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將來的事給雅各、以掃祝福。雅各因着信，臨死的時候，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頭敬拜神。約瑟因着信，臨終的時候，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，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。摩西生下來，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個月，並不怕王命。摩西因着信長大了，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，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。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。他因着信就離開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節，行灑血的禮，免得那滅長子的臨近以色列人。他們因着信
過紅海如行乾地。埃及人試着要過去，就被吞滅了。以色列人因着信，圍繞耶利哥城7日，城牆就倒塌了。妓女拉合因着信，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。我又何必再說呢？若要一一細說，基甸、巴拉、參孫、耶弗他、大衛、撒母耳和眾先知的事，時候就不夠了。他們因着信制服了敵國，行了公義，得了應許，堵了獅子的口，滅了烈火的猛勢，脫了刀劍的鋒刃，軟弱變為剛強，爭戰顯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軍。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，又有人忍受嚴刑，不肯苟且得釋放，為要得着更美的復活。又有人忍受戲弄、鞭打、捆鎖、監禁、各等的磨練，被石頭打死，被鋸死，受試探，被刀殺，披着綿羊、山羊的皮，各處奔跑，受窮乏、患難、苦害。在曠野、山嶺、山洞、地穴漂流無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，卻仍未得着所應許的，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，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經文讀畢。信心係盼望嘅根據。雖然盼望嘅應許未曾實現，但係信心卻係叫我哋看見神嘅應許係何等嘅真實，以致我哋可以喺艱難嘅時候堅定不移，喺逆境中有能力同盼望，成就人看為不可能嘅事。作者列舉咗許多信心偉人嘅見證，先係從創世記到洪水嘅亞伯、以諾同埋挪亞。接着就係以色列人嘅列祖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同埋約瑟，佢哋尋求更美嘅家鄉。然後係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摩西，一直到歷世歷代喺苦難中信靠神拯救嘅人。作者嘅結論就係呢啲人都係因信得了美好嘅證據，卻仍未得着所應許的。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，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呢一啲舊約嘅信心偉人所盼望嘅，同如今神喺新約成就嘅，就係耶穌基督嘅救贖。喺主再來嘅時候，佢哋將同我哋一同嘅喺神嘅榮耀中係有份。喺10章37節嗰度話，還有一點點時候，但要來的就來，並不遲延。而家呢，係我哋需要忍耐等候，不可後退嘅時刻。請我一齊嘅祈禱。神啊，你係信實嘅主，你嘅應許永不落空。我哋因信而得救，喺聖靈裏邊更新。求你保守我哋忍耐等候，遵守主道，直到主耶穌基督嘅再嚟，引領我哋進入新天新地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今日讀經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